有得食，當玩咁去做斜槓族，係非常新奇刺激嘅。手上面嗰隻嘢喺 Uncle 出世嘅時候咧 ，Uncle 細個嘅時候咧叫 Kinder 出奇蛋，你哋係咪叫佢做出奇蛋㗎？都仲係啊嗬，因為我想講咧，佢而家叫 Kinder 奇趣蛋啊。係呢一隻 Kinder 奇趣蛋，冇 sponsor 嘅嚇，佢滿足你3個願望喎。呢個有冇聽過？又有得食，又有得玩，仲新奇刺激添。今日我預備同大家一齊滿足想做 Slushie， 到底係咪可以達到呢3個願望呢？你有冇諗過做斜槓族？咁你仲想斜槓做啲乜嘢呢？做 MC。我想問下你有冇諗過做斜槓族，即係一個人但係多種職業或者多種職業身份呢？你實際諗係乜嘢？大家好，我係 Kelvin， 我開心今日可以過嚟 DI 同 Ivy 同大家見面。我今日就唔係嚟教演說技巧嘅，今日我哋嘅主題啦係想同大家講點樣做一個斜槓族。我發現好多同學其實唔知咩係斜槓族，所以 Uncle 喺呢一度俾個定義大家先。簡單啲嚟講，斜槓族就係一個人打幾份唔同嘅工作，又或者同樣嘅身份有幾種唔同嘅角色，我哋都可以叫佢做一個斜槓族。咁所以頭先喺同學講，咁其實我唔返一份全職，而分3份 part time， 咁算唔算係斜槓族啊？咁樣，咁就睇下你嗰3份係咩咯。即係如果你嗰3份分別係 Pizza Hut、KFC 同埋麥當勞嘅，咁呢啲唔係斜槓族，因為3份工其實一模一樣，你只不過返緊3間唔同嘅公司啫。但係如果你話你嗰個斜槓係乜嘢呢？就係我呢頭呢，就喺地鐵做客服，轉頭我又去賣衫做 sales， 跟住我又有個自己嘅生意仔，就係織下手繩，然後擺市集賣俾人。呢啲就算係斜槓族啦。今日嚟到呢都好開心嘅，因為作為香港斜槓族嘅鼻祖呢，我都未試過咁樣公開分享法。而我形容自己係鼻祖呢，係完全冇根據嘅，但係都有一個少少嘅 reference， 就係如果頭先我問其實乜嘢係斜槓族嘅時候，如果你真係有 Google 第一個 result 係 Wikipedia。曾經有一位紐約時報嘅專欄作者，佢出咗一本書 One Person Multiple Careers， 佢講緊 A New Model of Work-Life Success， 係2007年，而 Uncle 喺2007年嘅時候就已經係一個斜槓族啦。2007年本身我已經係一個專業司儀啦，因為正如剛才 MC 嘅介紹，我04年，亦即係20歲，應該同你哋差唔多，我就入行。當時係我大學2年班。喺2007年嘅時候呢，大約去到4、5月左右啦，我揾多咗一份工，喺一間唱片鋪入面做 DJ。同一年嘅9月份，我加入咗商業電台做交通消息報導員。我亦都加入咗 Roadshow 呢個平台，主持一個音樂榜嘅播報。而點樣可以 manage 咁多嘢呢？點解要做呢啲嘢呢？3個盲盒，現在立即打開。如果你都有諗過，可唔可以唔係返死一份工，唔做全職？請你要有1盒3隻 Kinder 出奇蛋。第一隻出奇蛋，你好需要做到嘅係你嘅技能。究竟係乜嘢？而呢個範疇分開2種嘅喎，就好似我哋細個打開隻蛋殼有兩邊一樣。其中一種做法就係咩呢？你有一樣好勁嘅能力，嗰個能力可以幫你變成唔同嘅身份。例如，因為 Uncle 喺大學嘅時候呢係讀新聞傳播嘅，我本來諗住會出嚟做新聞主播啦，因為我訓練自己做主播啊嘛。我最叻就係我見乜讀乜。所以佢帶俾我人生第一個專業嘅工作，做咗超過20年啦 MC。然後因為我廣東話好叻喎，所以我入電台揾工啦，好容易啦。當時佢哋需要交通消息報導員，佢俾到第2份工作我。因為廣東話講得好，佢令我喺4年之前成為小朋友嘅偶像。我而家係一個 BB 界嘅 KOL 嚟㗎，我喺嗰個世界叫做 Uncle Kelvin。因為廣東話講得好，所以我又變咗 YouTuber， 我亦都做 podcast。你有第2個選擇，你嘅選擇就係同我撈埋你啲興趣，撈埋你啲其他技能落去啊！唔該。而家喺 social media 上面，大家留意到啦，有啲人咧特別多人 share， 特別多人 like 㗎。例如一個胸肌有50寸嘅大隻佬，同一時間係8級鋼琴喎。喂，咁你諗下，你呢啲已經殺晒啦喺個網上面，然後你咪有2種專業咯，你可以同時做健身教練同埋教人彈琴。
咯。各位同學，打開呢個出奇蛋，一係你有一種技能可以有8種變化，一係你有多種技能，而佢哋可以撈埋產生協同效應。只要達到呢樣嘢咧，恭喜你，你有機會成為一個 slasher 啦。想做好嘅斜槓族 ，Uncle 第二樣教大家嘅係，請你好好建立個人品牌。Digital 嘅世界係冇永遠嘅秘密嘅。如果你都知道自己嘅 IG 平時真係好個人用途嘅，唔該你見工之前同我 private 咗自己個 IG。search 到你真係唔係好難嘅啫，我想講 digital footprint 係基本嘢嚟嘅。調翻轉，各位同學有冇諗過從今日開始去累積究竟你係乜嘢身份？另一樣係咩呢？就係除咗 social media 之外，由於佢嘅互動性太高，所以 Uncle 會同步建議大家要多做一樣嘢，係單向嘅資訊輸出，整一個網站線下。咩叫線下嘅個人品牌管理呢？如果你哋有興趣嘅話，可以去 Uncle 個 IG 嗰度睇下嘅。咁你就會發現咧，喺過去20年嘅時間裏面，其實我幾乎都係以今日呢個模樣出現喺觀眾嘅眼前。我好細個就選擇咗用西裝呢一個造型嚟到去建立自己嘅統一形象。統一形象喺呢個世界非常重要，因為人實在太多，社交媒體實在太快。如果你每日都好大變化咧，唔容易喺人哋嘅眼裏面留低一個印象，唔容易喺人哋嘅腦海當中留低一份記憶。自我管理啲乜嘢呢？第一，請你好好管理自己嘅日程表。我到而家都係習慣 mark 低自己每日由朝頭早8點到夜晚11點嘅每一個任務。第二樣你需要管理嘅係你啲錢。我係先儲錢再使錢，結果疫情2年半嘅時間冇 show 做，我係靠積蓄而活過來嘅。最後一樣你必須要做好嘅一種管理係你嘅事業管理。各位同學，你哋後生啊，先諗下我今日想做乜嘢，非常重要。Uncle 讀中學嘅時候，我每日都係諗緊去邊間卡拉 OK 唱 K， 因為我好中意廣東歌。我立志要喺電台做音樂節目，而最終我喺26歲嘅時候達成咗呢個願望。所以請你活好今天，好重要。今日中意玩咩？同我盡力玩。但係喺玩嘅時候問下自己，我咁中意玩呢樣嘢，佢可唔可以成為我賺錢嘅途徑呢？請你定一個3、5或者10年嘅規劃俾自己，問自己未來我想成為一個點樣嘅人。我好細個就話俾自己聽，我想運用自己嘅才能做到一啲幫助到呢個社會嘅事情。咁你哋呢？長遠嚟講，其實你哋想做啲咩？做人唔一定要濟世為懷㗎。不過請記住，當我哋面對住呢個世界咁多嘅轉變、咁多嘅挑戰，如果我哋每個人都將對世界好一點呢個想法放喺自己嘅工作裏面，將佢成為你 slash 嘅其中一個部分，我敢寫包單，你一定會達到你嘅成功。同學問到我喺剛剛開始嘅時候點樣做到工作同埋家庭嘅平衡，誠如我剛才所講，我係徹底失敗。養家唔係淨係揾錢，養家你個人要喺屋企。所以30歲之前我真係做得好差，但係由於我有呢個慘痛嘅經歷，我唔希望你哋有呢個慘痛經歷，呢個係我今日存在嘅原因嚟㗎。我想講下斜槓族最慘嘅係咩呢？多勞多得，你覺得自己做多一日就會揾多一日錢，係啱正確，但係記住我頭先個日程表喎，你嘅日程表裏面唔可以冇咗屋企，唔可以冇咗戀愛，唔可以冇咗自己。如果你都想做斜槓族，請你記住第一件事，有得食有飯開係好重要㗎，追夢都要食飯㗎。第二件事，每日返工當玩咁去做，只有投入呢一份工作 work 就係你嘅 life。做斜槓族係非常新奇刺激嘅。